香港經濟點樣復原嘅。咁我就幫你揀啦，好嗎？我哋面對咩困難喺香港？面對咩困難？嚴重嘅物資短缺、通脹、失業，即係我哋面對3樣嘢嘅啫。好啦，咁我哋點做啊？食物配給咯，資源控制分配咯，即係啲原油啊，通常係指。第二係咩啊？日本軍票用港幣取代，即係本身第二次世界大戰日佔嘅時候，日本人攞咩？攞軍票嚟攞我哋啲黃金啊、美金啊、港紙啊嘛，而家用翻港紙啦，明啦，咁你轉咗啦，都唔係日本人啦。第三係咩啊？重建學校。OK。第四係咩啊？交通。賣日常用品用固定價格，點解？因為而家通脹好犀利啊嘛，所以我而家要壓制通脹點啊？價格管制，明唔明？價格管制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就已經復原啦。答案係乜嘢啊？有冇用？有用，恢復得好快。恢復得好快。好啦，跟住就係我哋香港嘅經濟嘅類型形式啦。講過，英國人佔領香港係為咗用嚟做咩㗎？一開波佔領香港，自由港用嚟轉口嘅，係啦，貿易轉口嘅，得唔得？咁但係講過啦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點解唔可以轉口啊？係啦，因為韓戰，中國禁運，仲有乜得同轉口俾中國啊？冇啦，所以我哋就要改為發展工業。好啦，原理係乜？香港發展由轉口港轉至工業，得唔得？有咩工業？呢個係紡織、製衣、塑膠、電子、鐘錶、玩具、印刷。O 唔 OK？ 咁我哋有咩優勢啊？平嘅，但係具質素嘅。O 唔 OK？跟住第三階段，使唔使？要43、44頁要。跟住係咩啊？由工業去到國際金融中心。點解？因為我哋被逼嘅。點解我哋冇咗工業啦？嚴同學。因為大陸改革開放，咁大陸改革開放，大陸啲原材料平，土地平，人工平，香港工業點啊？啲廠佬點啊？將啲廠搬去大陸，明唔明白？所以工業退啦。咁但係我哋成功有一堆專業人士啊嘛，同埋我哋有周全嘅法律啊嘛，我哋都有周全嘅銀行架構啊嘛，我哋有會計啊嗰啲，所以我哋就成功咁做咗咩啊？金融中心啦，得唔得？呢度，我哋由工業進入國際金融中心，點解？因為大陸改革開放，就係你中史讀嗰個1978年，得唔得？所以好多傳統嘅工業點啊？搬生產線去到大陸。所以香港點啊？發展成為一個更加技術型嘅、資訊型嘅、高加工值嘅。咩叫高加工值？即係唔可以再做太 cheap 嘅嘢啦。係咪？你最 cheap 嗰啲產品一定係鬥人工越平越好啊嘛。
但係你如果唔係太 cheap 嘅嘢咧，就唔係人工越平咗，你仲要睇下嗰啲人夠唔夠技術啦，明唔明白？咁呢啲就好似舉個例，你覺得製衣係高增值定係製車係高增值？一係製車，因為製車點都要啲技術啊嘛，製衣冇啊，冇技術。O 唔 OK？好啦，跟住我哋點啊？發展數碼產品啦，得唔得？所以而家香港點啊？多元化啦，點多元化？旅遊業、房地產、通訊業、銀行、保險。保險唔係我哋買嗰啲人壽保險嗰啲，即係你貿易嗰陣時個保險嘅。保險得唔得？同埋咩啊？股票交易、外幣交易。跟住我哋嘅金融業從此點啊？成為最大嘅工業啦，最大嘅事業啦，事業種類。金融佢包括咩啊？外匯、金銀交易、金銀即係商品交易，同埋冇呢啲，我覺得唔需要知啊。你就係要知道佢就係其中一個最大嘅金融中心得啦。咩第幾大已經轉變㗎啦嗰啲。跟住係人口嘅增長同埋差嘅住屋條件。咁點解？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點啊？人口係增長點啊？好多，由65萬去到660萬。20世紀末即係1990幾係啦，我細個讀書就係600萬嘅，而家700幾萬啦。好啦，點解？因為一高嘅生育率，低咗嘅死亡率，同埋咩啊？好多人由大陸而嚟香港，父母嗰輩應該係啦，比較多兄弟姊妹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所以我哋搞到點啊？唔充足嘅住屋，我哋好多寮屋、木屋區。Hillside 嘛，提醒你木屋區得唔得？咁有一件事好關鍵嘅，點解我哋開始有公營房屋？即係政府本身咧，港英政府對呢啲唔係好理嘅。你哋自己咧個山度自己起屋住啦，唔理。但係到1953年發生件咩事啊？石硤尾大火，好多人又冇屋住。所以因為石硤尾大火點啊？政府起徙置屋邨安置佢哋啊，即係政府可以出手咯。港英政府開始發覺呢個問題啦，出手。因為你明啊，你一個地方如果屋搞唔掂，就會產生好多治安好多其他問題。好啦，跟住咧，亦都建立好多咩啊？低成本嘅屋邨，即係廉租屋。得唔得？好啦，另外我哋重點啊，重建一啲舊屋邨，起啲新嘅公共屋邨，得唔得？記住啦，徙置屋邨 resettlement estate、low cost housing， 跟住再進展到 public housing estate， 得唔得？我哋而家呢啲嘅，而家呢啲好舊噶啦，好多冇咗啦都。跟住後來點啊？整咗個居者有其屋計劃，即係居屋。居屋係賣嘅，賣俾中低收入嘅人嘅。
以低過市場價。跟住整咗個咩啊？自住居所貸款計劃。嗱，呢個係起俾人，呢個係借錢俾人起，借錢俾人買，得唔得？無息嘅貸款。另外仲有一個咩啊？夾心階層住屋計劃，中等收入嘅，低息嘅，呢個無息嘅，呢個低息。咁呢啲其實你唔難讀，我覺得你就係將個次序記咗，連嗰啲唔使噶啦。跟住就係究竟個名啦，咩打咩就得噶啦。呢啲係政府完全參與起㗎，呢度啊，呢4個都係政府起㗎。但係呢3個係租俾佢住嘅啫，呢個係賣俾佢嘅。呢啲咧就係要喺私人市場度買，但係平啲。冇㗎。跟住我唔知點解49頁係考喎，呢頁喎，你個範圍有呢頁喎，咁我相信佢唯一可能出啲情景題係有可能啊。咁我哋好簡單講就係話，嗱，嗰啲一開波石硤尾大火係咪嗰啲叫做呢度 resettlement 呢堆徙置屋邨呢個係為石硤尾大火㗎嘛？石硤尾大火呢堆係咩咧？7層高嘅，你知㗎？呢係解7層高，7層高。原址安置呢堆無家可歸人喺石硤尾，得唔得？後來喺橫頭磡、黃大仙都起啦，起啲接近嘅、相似嘅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呢啲有咩共通點啊？單位細。得唔得？6至7個人住100幾尺係咁噶啦，以前都啊，冇獨立嘅廚房，冇獨立嘅水供應，冇獨立嘅廁所嘅。OK， 所以佢哋要喺出邊住啦，公共廁所啦，每層嘅公共廁所啦，公共浴室啦，佢哋要喺一啲天台小學度讀書啦，得唔得？但係雖然唔理想，但係都好過冇嘛，好過連。點都好過木屋區 ，OK， 跟住好啦，而佢哋都發現咗呢度有咩問題，政府，所以後來點啊？後來新嘅屋咧係住同埋衞生環境咧係改善咗嘅，新起嗰啲，即係我而家啲公屋一定有獨立嘅廁所嗰啲啦，係咪？呢度有。咁搞笑咧，散到咁樣，好啦，跟住咧。教育得唔得？我哋以前第2次世界大戰前嘅教育係點啊？純粹係靠一啲宗教同埋慈善組織，得唔得？所以我哋好多教會學校咁㗎。啊，你哋嘅好啦。咁而家有咩方向啊？更多嘅小學，廢話。好多政府嘅官立小學，得唔得？後來係我哋實行乜嘢啊？免費但係強迫嘅教育，因為強迫啊嘛，知啊，即係一定要讀。你唔俾個仔女讀書係犯法嘅。跟住係一開波係9年免費強迫教育，係小學同埋初中，得唔得？跟住後來我哋有啲專上教育啦，以及專業啦，得唔得？因為我哋香港嘅發展啊嘛，所以我哋就係有8間政府嘅公立大學嘅。記完咯喎，哇，好簡單啊喎，唔怪之冇教啦，記單字啫喎，好啦，咪真係啊，好啦，咁佢仲搞啲咩？搞咗好多技術學校，好多嗰啲係啦，技術。好，跟住以下呢個係咩啊？醫療同埋社會福利，得唔得？好啦，佢整咗好多公家嘅醫院。
所以市民係會被資助嘅，去接受喺政府醫院或者政府資助醫院接受醫療嘅。即係點？我諗你都最近都講呢個問題啦，係咪？香港嘅醫療嗰個支出好大喎，政府醫療支出就係睇社會福利到1948年先有成立咩啊？社會福利署，成立社會福利署，社會福利局，社會局一開波，跟住呢個後來變成咩啊 ？reorganize 成為社會福利署，跟住呢個叫做綜援，得唔得？同埋公共福利金計劃記名都得。跟住係你哋最中意嘅影視啦，我都唔知我要教呢啲，教影視。OK， 流行文化。咁因為香港我哋經濟發展得快啊嘛，工作嘅速度好快，所以啲人咧佢個娛樂係咩啊？所以我哋通常我哋香港嘅娛樂係睇戲、電影劇集、聽流行歌、睇漫畫，所以我哋主要係呢方面嘅。我哋香港嘅影視文化。好，電視純粹知第一間叫麗的影星啊，麗的呼聲我記得，得唔得？第一間俾錢嘅喎，要俾錢嘅，即係似有線嗰啲，但係點啊？唔係咁成功。後來就係無線電視啊 ，TVB 啦。你哋係咪而家都冇人睇無線啊？應該有啊。就係東張西望啊嗰啲啊，係啦。OK， 佢係免費嘅喎。咁佢就係黃金時期。OK， 即係電台係咩？一開波，香港政府成立嗰個係叫咩啊？香港電台 RTHK。OK， 跟住第一間就麗的呼聲。係第一間商業嘅電台，得唔得？香港開始點啊？好多人會去點啊？涼茶鋪、餐廳聽收音機，其實好多都會睇電視都喺嗰度，反而係睇電視多，即係收音機平啊嘛，平啲啲嘛，點都啊！一開波連收音機都買唔到，跟住後來收音機買到啦，就要去涼茶鋪睇電視。你？喂，大佬，你唔好講到好似我同你啲關係好親密咁樣，你有咩唔同我都要知。你咩唔同？你好啦，跟住商業電台 commercial video 商業電台得唔得 ？OK 啦，完啦。電影。到1960年，我哋好多本地嘅電影製作公司啦，同埋票價亦都開始平啦，所以就普及啦。1960，喂，好易啫嘛，咁簡單。我見到開心啦，咁簡單啲嘢。好啦，60年，我唔知你知唔知？以前香港拍戲啊，一開波全部係國語電影喎，你知喎，係普通話嘅。喺到1960年先開始點啊？有廣東話電影啦，取代國語片同埋西片 ，OK？ 嘅一啲動作片啦、功夫啦、浪漫啦、喜劇啦，全部係重要嘅，得唔得？我哋廣東片一直都係主流嚟嘅。點解冇周星馳咧？好，跟住音樂都係啦。你記唔記得一開波係國語音樂嘅，同電影一樣，跟住係英文，
跟住做中文啦，跟住中文粵語配國語啦，得唔得？國語、英文、廣東話配就得。哦，簡單到咁好，漫畫。你都咁講啦，佢可能唔會做到我哋。嗯，都要温㗎。你温啲咩咁？我想你哋記晒啲字先好走啊！咁好，都係啦。點解呢個動畫？係啊，漫畫啊。跟住好啦，跟住係乜嘢啊？字啫喎。係啊。跟住好啦，冇咁多廢話。好啦，跟住係因為報紙同埋雜誌開始普及啦，得唔得？咁所以佢哋呢度有好多咩啊？唔同嘅 columns 喺報紙雜誌度。咁所以我哋有好多要畫啦。咁啊，另外仲有啲咩？傳統嘅中國連環圖，呢啲叫連環圖。以前我哋中國睇嗰啲都係連環圖㗎嘛，有啊，俾壽仔睇嗰啲，得唔得？後來到1980年代開始就係日本漫畫啦。你要知呢個圖。